嚇。咁今日嘅題目咧就係十戒嘅現代意義嚇。咁就唔知道大家點樣去睇十戒，亦都唔知道大家即係點樣去了解啦嚇。咁嗱，首先咧就頭先阿占拎佢就話過，希望大家就熄咗個鏡頭同埋熄咗個 speaker 嘅，咁就但係咧以下落嚟嘅呢3分鐘度咧，我就希望大家能夠又開翻個 speaker 啦，因為需要你去參與嘅。咁就有一條嘅問題咧，就需要大家參與，就希望大家都開個 speaker 啦嚇。嗱，如果你係上帝。如果你係上帝嘅話，嘗試針對現今世界嘅嗰一個嘅情況，你要立10條嘅誡命嘅時候，你會立邊10條嘅誡命呢？或者你話話10條好多喎，我一時之間諗唔到喎。咁不如10個人每人一條啦嚇。咁10個人每人一條嘅時候咧，咁就可能會容易啲啦，因為集思廣益，可能每個人咧都有一樣嘢咧係佢非常之關注嘅，咁所以可能即係每個人講一條嘅話咧，都可能會容易啲嚇。咁若果你係上帝嘅時候，嘗試針對現今世界嘅情況嘅時候，你會立邊幾條嘅誡命咧？大家可以隨便開聲啊！學阿詹話齋，時間寶貴啊！係 Patricia 又生翻個話筒，OK。有冇人可以開個話筒？有冇人可以開個 speaker 諗一諗？或者有冇人已經諗到有一樣嘢佢非常之關注嘅，所以都希望即係呢一樣嘢能夠係成為一條嘅誡命，有冇咧？你們要聖潔，因為耶和華我的神是聖潔的。好，你們要聖潔，因為耶和華我的神是聖潔的，非常好。仲有冇？會唔會有人都覺得彼此尊重嚟講，其實都係一樣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喺現今世代嚟講，其實睇落去嘅時候，每個人都即係睇自己好大啊，所以即係會唔會彼此尊重都係你其中一種嘅concern 啊？唔花咁多時間啦，好。曾經有一本書咧，叫做《The Day America Told the Truth》。咁當中咧有一個嘅作者咧叫做 Peter Kim。咁Peter Kim 咧佢就曾經就落過一個叫做今日十戒嚇。咁佢咧就話即係如果佢去落今日嘅十戒嘅時候咧，佢會話：我覺得冇必要遵守安息日。我可以偷別人所不需要嘅東西，如果有需要嘅話，我會撒謊，只要不釀成災禍就好。我會欺騙我嘅配偶，畢竟若他或者另外嗰個他啦，有機會的話，也會這樣做。我會在工作中磨蹭，每週5個工作日中，
我至少有一天在偷懶。嗱，呢一個咧係Peter Kim 咧，佢嘗試因着佢自己嘅 concern 嘅時候咧，定下咗叫做一個今日嘅十誡啊。但係某方面嚟講咧，其實都反映咗今日嘅一啲嘅情況嘅。例如乜嘢咧？例如今日充斥住好多嘅謊言啦，無論係白色嘅謊言又好，無論係惡意嘅打擊嘅謊言都好啦。又例如頭先有弟兄提過聖潔嘅問題啦，點解特別需要攞呢一樣嘢嚟講？因為現今嘅世代嘅時候，可能真係充斥咗好多嘅淫亂啊，或者係出軌嘅事情啦。咁甚至乎喺現今嘅世代嘅當中嘅時候咧，會發覺好似工作嗰條界線嚟講咧係冇咗啊，或者係非常之模糊啊。因為每一個人好似一星期7日咧都喺處工作緊，所以對 Peter Kim 嚟講，佢可能覺得正因為工作嗰條界線係非常之模糊嘅時候，所以更加唔需要呢一個嘅安息日啦。然之後喺呢一本書嘅作者最收尾嘅時候，佢落咗一句嘅結語，佢就話：其實今時今日我哋每一個人都響樹依據緊我哋自己嘅喜好，去制定緊我哋自己嘅原則。換句話嚟講，我哋每一個人都響樹係依據我哋自己嘅喜好嚟到為呢一個嘅社會係添加咗好多嘅律例喺度。假如果呢一個嘅社會冇一啲所謂嘅 common law 係需要我哋共同去遵守嘅時候，咁相信呢一個嘅世界更會有更加多嘅條例或者係規則出咗嚟，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喺度依據緊我哋自己嘅喜好去制定緊我哋自己嘅規則。首先我哋睇十誡嘅時候咧，喺十誡嘅經文咧，最主要咧就喺20章嗰度出現嘅。咁20章嘅第一節一開始嘅時候咧，佢話神吩咐這一切的話語，神吩咐這一切的話說：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嗱，呢一句說話咧，一開始清楚交代咗一樣嘢，就係十誡呢10條嘅誡命嚟講，究竟係由邊一個人所定嘅？而呢一個人今時今日同我哋嘅關係又係乜嘢咧？嗱，喺呢一句嘅說話裏面，好清楚話俾我哋聽，係耶和華所定下嘅呢10條嘅規則，呢10條嘅誡命。而耶和華同我哋或者係同當時嘅讀者嚟講嘅關係係乜嘢咧？係主人同埋奴僕嘅關係。因為耶和華佢曾經將當其時嘅讀者從埃及地嘅為奴之家係領出嚟，而同我哋今時今日嘅關係嚟講，其實亦都可以係一個主人同埋奴僕嘅關係。因為我哋今日每一個人，我哋都係蒙主耶穌基督嘅恩典，以致我哋能夠係脫離呢一個嘅死亡嘅呢一個嘅呢一個嘅陰影嘅底下，能夠係過一個係脫離死亡嘅枷鎖，係成為一個自由嘅人，亦都能夠係脫離呢一個罪嘅枷鎖，能夠係喺當中能夠係得以自由。所以我哋每一個人同耶和華之間嘅嗰一個關係，同樣亦都係可以係一個主同埋一個奴僕之間嘅關係。呢一點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喺十誡嘅當中嘅時候咧，原本嚟講咧，十誡咧係神同埋以色列人立約嘅時候所頒布嘅10條嘅誡命，但係喺希伯來嘅原文當中咧，十誡係被稱為
係10句說話。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喺希伯來嘅原文嘅當中嘅時候咧，誒十誡嚟講係指10句說話嘅啫嚇。咁但係用上咗一個當其時一個國家與國家係訂立契約嘅一個嘅背景，所以咧就訂立咗呢條嘅訂立咗呢10條嘅誡命，係用呢一個嘅背景底下咧嚟有講呢10條嘅誡命。咁所以耶和華同當其時嘅人之間係建立咗呢一個嘅主同埋僕嘅呢一個嘅關係嘅時候咧，亦都係同時間用上咗當其時國家同埋國家之間立約嘅呢一個嘅背景。而當其時立約國家同國家立約嘅呢一個嘅背景咧，可以分做係3種唔同嘅條款，3種唔同嘅條約。一種嘅條約咧係對等嘅，即係話大家立嘅呢啲條約嚟講咧係互惠互利，對雙方嚟講咧都有嗰一個嘅利益喺度嘅，即係冇話邊一個係特別着數嘅。咁另外一種咧就係所謂贏家同埋輸家啦，即係我係贏家，你係輸家，所以我嚟到同你立約。而立約嘅內容嚟講咧，最主要嚟講咧就係對我自己有利，而呢啲嘅條款嚟講咧，對你嚟講咧係冇呢一個嘅利益，甚至乎你係要sacrifice 一啲嘅嘢嘅。咁而第3種咧就係我主動與你立約，但係內容同埋條款嚟講，係大部分係與你有益、與你有利嘅。係所以咧，當其時呢一個立約嘅基礎同埋呢一個立約嘅背景嚟講咧，係可以有呢3種嘅條款嘅。咁而好明顯咧，十誡同埋約書裡面嘅內容咧，就好多時咧係屬於第3種嘅條款。即係換句話嚟講，係耶和華主動與人立約，而呢啲約嘅條款嚟講咧，係耶和華係為着以色列人嘅益處嘅。咁所以十誡同埋立約咧係唔能夠分開嘅。神喺西奈山同埋以色列人立約，彼此係建立咗一個特別嘅關係。神賜俾佢哋重大嘅應許，但係同時間亦都要求佢哋履行當盡嘅嗰一個嘅責任。而十誡咧，亦都成為咗呢一個關係嘅方向同埋一個嘅引導。破壞誡命就係犯罪，就係破壞佢哋同神立約嘅嗰一個嘅關係，亦都威脅住整個嘅民族嘅生死存亡。刑罰係嚴厲嘅，背約嘅後果最終亦都會係成為呢一個審判嘅基礎。咁既然係立約嘅時候，按住當其時嚟講咧，就有一個所謂嘅契約嘅格式。咁同樣喺出埃及記當中，當講到十誡同埋呢一個嘅約書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個明顯嘅格式嘅，就係一開始嘅時候有呢一個嘅開場白啦。咁一開始嘅呢一個開場白咧，就喺出埃及記嘅20章1至到2節啦。咁然之後有一個歷史嘅序言啦，就喺出埃及記嘅20章嘅第2節。咁然之後咧就會係一啲相關嘅條款。咁呢啲相關嘅條款咧就成個去睇嘅時候咧，就唔係淨止十誡嘅，就係包括埋22章同埋23章裡面所提及嘅嗰啲約書嘅條款嘅內容。咁所以整個嘅條款咧，其實係從出埃及記嘅20章嘅第3節一路去到第23章嘅。而出埃及記嘅25章嘅21節咧就提到，好啦，咁呢一個嘅約書嚟講，個文件嘅放置同埋宣讀嘅情況係喺邊一度咧？
咁喺出埃及記嘅25章嘅21節咧就有提到啦。咁既然係約書嘅時候咧，除咗雙方簽名之外，亦都需要有見證人㗎。咁喺出埃及記嘅24章嘅第4節，或者係我哋去參考呢一個約書亞記嘅24章嘅26至27節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提到，就係呢一個聖所所立好嘅呢一個嘅石頭，呢一個嘅根基咧，其實就係立約嘅嗰一個嘅見證。咁而喺利未記26章或者係申命記嘅第28章咧，都重申一次咧，係提到呢一個嘅契約當中嘅祝福同埋咒詛，就係話當如果喺當中以色列民佢係遵守呢啲嘅條款嘅時候咧，咁就會領受耶和華嘅賜福。但係相反，如果以色列民係違背咗呢啲嘅條款嘅時候咧，佢哋亦都會係受到呢一個嘅咒詛嘅。咁喺呢一個十誡嘅當中，呢一個十誡嘅約書嘅特色當中咧，李思敬博士咧，佢曾經係引用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嘅一個聖經系嘅教授 Solomon Paul 教授佢嘅博士論文當中咧，提及到有10點咧，係呢一個約書嘅特色，係我哋需要去留意同埋我哋需要去知道嘅。咁第一就係呢一個嘅法律嚟講咧，係源自於上主，所以咧犯法等同係得罪咗上帝。呢一個唔係將立法嘅人係視為神明，相反係強調人並唔係最高嘅主宰，遵守法律就係甘心服喺一個比自己更大嘅權威底下。法治嘅精神要求係唯我獨尊嘅人咧，係需要有呢一個嘅謙卑同埋有呢一個嘅順從，而唔係越精通法律嘅時候咧，就越識得去轉呢一個嘅法律啦。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就你越係精通呢一個嘅法律嘅時候咧，其實個意思唔係要喺個條文當中去走一啲嘅法律啦。即係譬如話，喂以前十誡嚟講，都冇咁注重呢一個嘅知識版權嘅時候，咁係咪今時今日嘅時候，我哋就可以隨意侵犯呢一個嘅知識版權咧？咁呢一個嘅知識版權其實係咪喺當其時嘅十誡裏面，其實係冇包括到在內咧？咁即係十誡嘅設立嚟講，唔係叫我哋越係精通嘅時候咧，我哋就越係曉得點樣去轉呢啲嘅法律啦。咁第二個特色就係五經當中誡命涵蓋嘅係人嘅整體生活嘅部分，並未按宗教、道德、社會唔同嘅範疇嚟到劃分。呢一個表示上帝嘅心意並冇限制於屬靈嘅領域。信徒應該關注世事，積極履行公民嘅責任，並且按真理咧係參與呢一個社會嘅事務。換句話嚟講，呢一個嘅五經當中出埃及記提及嘅十誡，唔係淨係喺屬靈嘅領域，同時間亦都係提及到我哋應該遵守嘅呢一個公民嘅責任。另外第三點，上主既係唯一立法嘅權威嘅時候，以色列人最終係要向上帝交代同埋負責。換句話嚟講，信徒守法唔單單係基於佢嘅公民身份，更加係佢信仰生活嘅重要嘅實踐。因此，順從人或不順從人嘅抉擇，始終仍然係牢牢咁樣係建立喺順從上帝嘅唯一基礎上高。嗱，呢一點其實係到今時今日仍然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到今時今日嘅時候咧，好多人仍然響樹argue 緊一樣嘢argue 緊就係話究竟我哋應唔應該係順服呢一個掌權嘅，即係在上掌權嘅，
就係呢一個嘅羅馬書第13章講到我哋要順服呢一個在上掌權嘅。於是乎咧，有好多人就話啦，哇！咁我哋今時今日係咪仍然係需要應用呢一個嘅原則喺當中咧？嚇咁十誡嘅當中嘅呢一個其中一個特色咧，就話咗俾我哋聽啦。順從人或者係唔順從人嘅抉擇咧，其實係建基喺你順唔順從上帝嘅呢一個嘅基礎上高啊。咁所以究竟你係咪順從人所帶嚟嘅政府，其實唔係咁緊要，咁緊即係最重要嘅反而係你係唔係順從上帝啊。咁另外第四點就係上主既然係將呢一個嘅法律係頒布俾以色列嘅全體嘅時候，維護法紀秩序嘅天職就唔再係限喺少數嘅領袖，而係由全民一起去持守。呢一個就係話我哋每個人嚟講，都同時兼具咗一個雙重嘅責任。首先係自己遵守呢一個嘅法律。其次係監察整體係唔係同樣，亦都係遵守呢一個嘅法律。另外第五就係提到五經必須要每年係公開宣讀，讓所有人都能夠係聽見並且明白。因此法律唔係少數嘅人士，即係唔係淨係當其時嘅祭司或者係士師嘅專利品，而係五經當中嘅誡命、律例、典章，最主要嘅作用，亦都唔係事後嘅審判嘅懲罰，而係呢啲嘅法律係為咗前瞻，係為咗預防，係為咗係指引而設立嘅。換句話嚟講，其實法律嘅設立係俾我哋係喺一個嘅 boundary 裏面啊，係可以喺呢一個嘅 boundary 裏面嚇。記得鮑維均博士曾經講過一句嘅説話，佢話乜嘢叫做真嘅自由呢？真嘅自由嚟講，其實都係相對嘅一樣嘢，就係你能夠係喺一個嘅 boundary 裏面，係享受呢一個嘅 boundary 所帶嚟俾你嘅嘢嘅時候咧，呢一個就係所謂嘅真嘅自由。佢舉出咗一個嘅例子，呢一個嘅例子咧就係譬如今日我去揸車嘅時候，見到一個50嘅牌嘅時候，乜嘢叫做真嘅自由咧？真嘅自由唔係話我可以任意嘅超速，真嘅自由係喺話我喺呢一個50嘅牌嘅 boundary 裏面，我能夠享受到入邊所帶嚟俾我嘅呢一個個保障嘅時候，呢一個就係真嘅自由。換句話嚟講，呢一個十誡嘅設立，其實佢真正嘅目的唔係為咗審判，乃係為咗預防，乃係為咗俾我哋能夠喺呢一個嘅 boundary 裏面，我哋能夠係享受到上帝所俾我哋嘅。好，第六，法律喺五經裏面係針對全民嘅教育材料，佢不單止係規範咗行為，亦都往往係涉及呢一個內心嘅動機。法治社會嘅基礎唔僅僅係在於一個完善嘅制度，亦都需要一個德育嘅培養，因為後者係直指呢一個人民嘅生命嘅素質。換句話嚟講，呢一個嘅誡命啊，呢一個十誡嘅呢一個嘅實踐嚟講咧，亦都同樣係非常之重要嘅一環。而呢十誡嘅實踐咧，正正其實就係好似係幫助我哋不斷去練習，或者係不斷咁樣係去提高我哋人民生命嘅嗰一個嘅素質。第七，喺五經嘅法律裏面，人命同埋財產
兩者嘅價值嚟講係截然不同嘅。所以經濟罪犯無論案情係點樣嚴重都好，亦都唔應該係判處呢一個嘅死刑。同時，殺人兇手亦都唔能夠輕易賠償或者就係罰款了事。呢一個亦都清楚表示咗經濟效益點樣重要都好，都唔能夠混淆人嘅尊嚴同埋生命嘅嗰一個神聖。所以法律最終係要保障嘅係人，而唔係任何社會運作嘅體系。第八，基於對人生命嘅嗰一個嘅尊重，五經嘅法律從來都唔主張酷刑折磨，對誤犯者或者係蓄意嘅人，亦都有完全唔同嘅處理嘅手法。第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一個唔單係指統治者喺審判前冇特權，亦都係規限咗刑罰必須按罪嘅，應該按罪責嘅輕重而定。而所謂嘅以眼還眼，原本嘅意思亦都唔在於鼓吹呢一個嘅仇恨，而係限制咗呢一個嘅報復嘅行為。即係換句話嚟講，別人淨係傷害你嘅眼睛嘅時候，你嗰一個嘅報復嘅嗰一個嘅限制嚟講，亦都只會係局限喺眼睛嘅部分，即係你唔可以還超過眼睛嘅其他嘅部分。即係譬如話啊，你別人傷害咗你嘅眼睛嘅時候，我除咗打盲佢隻眼之外，我仲打跛埋佢隻腳。咁呢一個咧就係鼓吹仇恨，亦都係越過咗嗰一個嘅暴力嘅嗰一個嘅 boundary。好，最後提到嘅呢一個十誡嘅一個嘅特色就係喺奴隸社會嘅現實底下，五經一切有關於奴隸嘅法律咧，都係致力保障佢哋作為人嘅嗰一個嘅權利。今日雖然已經再冇呢一個奴隸嘅階級，但總係有一群無權無勢嘅低下階層。佢哋有冇獲得真正嘅保障？呢一個先至係法治社會嘅一個嘅試金石。咁所以基於呢十個嘅特色底下咧，亦都讓我哋了解到呢一個摩西五經出埃及記當中嘅呢一個嘅十誡咧，其實有幾樣嘢係值得我哋係記得嘅。第一就係十誡嘅嗰一個嘅設立嚟講，係唔係為咗事後嘅審判，而係為咗係提供俾當其時嘅人民有一個嘅班助會，讓當其時嘅人民能夠喺呢一個嘅班助會裏面，能夠係享受到呢一個真嘅自由。另外，亦都呢一個十誡嘅設立係為咗愛嘅緣故，而唔係為咗懲罰嘅緣故。而呢一個十誡嘅設立嚟講，對當其時或者係對今日嚟講，其實都係有佢嗰一個嘅原則性，同埋有佢嗰一個嘅參考性，同埋亦都有佢嗰一個嘅實用性喺度嘅。咁所以呢十個唔同嘅特色咧，仲正正就係話俾我哋聽呢一樣嘢。咁頭先亦都講過就，就係話呢十個嘅特色話俾我哋聽。呢十誡嚟講係有嗰一個嘅原則性，而呢一個嘅原則性正正係帶嚟咗俾現今嘅社會我哋一啲嘅意義。即係換句話嚟講，就係話現今嘅社會有一啲嘅有一啲所謂嘅倫理道德嘅一啲嘅範疇，即係我哋稱之為基督徒倫理。即係基督徒倫理學啦嚇，即係呢啲倫理學裡面嘅範疇所涉及嘅嘢嚟講，其實係十誡嘅範圍裡面，當其時嘅社會嘅現況裡面所冇提到嘅。但係係唔係就係話冇提到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去做咧？唔係啊，因為呢十個嘅特色正正話俾我哋聽。
十戒嘅嗰一個嘅原則性係可以套用喺呢啲嘅事情上高。咁好啦，下一步我哋需要去問嘅就係話，咁十戒嘅原則性喺邊一度咧？嗱，喺詮釋十戒嘅時候咧，有四個基本嘅原則咧，我哋係需要留意。第一個原則咧就係所謂以經解經嘅原則啦，就係話我哋每一戒嚟講咧，就係話我哋每一戒嚟講咧，都必須放喺全本聖經嘅框架之內嚟到理解啊，亦即係話我哋要想整全咁樣、真正咁樣去理解一節嘅經文嘅時候咧，我哋係必須參考同一主題下嘅其他嘅經文。嗱，同大家做一個嘅習作啊。呢個習作咧就係你嘗試用第二屆嚟到做一個嘅例子，歸納第二屆要展示嘅呢一個嘅內容。嗱，第二屆係乜嘢咧？第二屆喺20章嘅第4節嗰度提到話，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麼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嗱，呢一個誡命出咗嚟嘅時候咧，第二屆第二屆出咗嚟嘅時候咧，好多人咧就會話啦，咁今日有好多人所謂嘅追星，即係追 MIRROR 啦嚇，咁即係有好多人知道啊，即係早排 MIRROR 嚟到 Toronto 嘅時候，真係有啲人特登係走去機場嗰度係等佢哋嘅喎。咁當中嚟講，有啲係真係基督徒嚟嘅喎。咁佢哋算唔算係犯咗第二戒咧？咁佢哋冇為到 MIRROR 去雕刻偶像啦。咁亦都有人話啦，我哋冇拜呢啲嘅像啦，我哋亦都冇所謂嘅侍奉佢啦。咁我哋算唔算係即係犯咗第二戒咧？啊，咁所以如果第二戒放喺今時今日嘅時候，放喺一個以經解經嘅一個嘅重要嘅原則嘅底下嘅時候，我哋應該點樣去處理第二戒咧？嗱，先知以賽亞咧曾經喺以賽亞書嘅44章9至到20節裏面咧有講過，佢話叩拜人手雕刻嘅偶像咧係何等愚昧。而喺約翰福音4章24節，耶穌基督亦都曾經教導過，佢話拜上帝嘅當用心靈和誠實去拜他。而使徒保羅咧喺使徒行傳當中亦都有提到，佢話貪婪就係拜偶像。咁第一個原則，以經解經嘅原則，我哋將所有關於偶像嘅經文，我哋抽晒出嚟嘅時候，我哋就會發現咗一樣嘢啦。我哋就會發現咗，其實第一條嘅誡命禁止人敬拜假神，只係可以敬拜獨一嘅真神。而第二條誡命係禁止人製造同埋敬拜偶像，意思係禁止人用錯誤嘅態度同埋方式嚟到敬拜呢一個嘅真神。換句話嚟講，如果我哋今日用一個錯誤嘅態度同埋方式嚟到敬拜真神嘅時候，其實同樣我哋亦都係犯咗係敬拜偶像嘅呢一個嘅危險嘅當中。而摩西再三咁樣指出以色列人唔可以製造偶像嘅原因，係因為神說話嘅時候只聽見聲音而冇看見形象。由此可見，呢一度所講嘅像唔係指其他嘅偶像，而係指做一個嘅像嚟到代表耶和華神。換句話嚟講，如果你今日做一個嘅
金牛嚟到代表呢一個耶和華嘅神嘅時候，其實我係響處犯緊敬拜偶像嘅呢一個嘅誡命。同樣，如果我今日我將標華嘅位置擺得高過神嘅時候，咁其實我亦都係同樣係響處陷喺第二條誡命嘅當中。咁乜嘢叫做偶像呢？偶像其實就係指嗰啲佔據我哋嘅心、控制我哋生命嘅東西。有啲人沉溺喺唔正當嘅男女性嘅關係當中，於是乎情慾就成為咗佢哋嘅偶像。有啲人沉溺咗喺賭博嘅當中，於是乎金錢就成為咗佢哋嘅偶像。偶像就係指嗰啲影響到我哋同神關係嘅一啲嘅事物。咁今時今日有邊啲嘢係可以影響到我哋同神之間嘅嗰一個嘅關係呢？對年青人嚟講，可能打機啊，打機可能就係佢哋嘅偶像嘅危險啊。對成年人嚟講，追逐金錢、權力同埋一啲嘅性慾嘅時候，呢啲所謂嘅 power、money and sex，可能亦都係對成年人嘅偶像嚟嘅。咁所以第二條嘅誡命不可雕刻、跪拜偶像，呢一個偶像唔係淨係局限咗喺嗰啲睇得見嘅做出嚟嘅嗰一個嘅偶像啊。好，第二個詮釋十誡嘅重要嘅原則，就係肉體同埋靈魂內外兼管嘅一個嘅原則。十誡要求內在嘅完整同埋外在嘅統一。換句話嚟講，律法既係要管我哋嘅靈魂，同時間亦都係要管我哋嘅肉體。以第十誡嚟到做一個嘅例子嘅時候，第十誡喺20章嘅第17節嗰度講話，不可貪戀人嘅房屋，亦都唔可貪戀人嘅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嘅。換句話嚟講，呢一度淨係規管緊人嘅內心啊，即係你唔好貪戀啊嘛，即係你唔好去戀慕，或者係你唔好去成日去思想住別人嘅房屋，你唔好去成日淨係思想住別人嘅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嘅。咁係唔係話即係我唔思想啦，我行動啦，我直接佔有人嘅房屋，我直接佔有人嘅妻子同埋僕婢咁就得啦？唔係，係因為詮釋十誡嘅原則嘅第二個原則係肉體同埋靈魂內外兼管嘅一個嘅原則。換句話嚟講，我哋不單止喺內在，我哋唔可以貪戀人嘅房屋，唔可以貪戀人嘅妻子、僕婢、牛驢。同時間喺外在，我哋亦都唔可以有行為嘅呢一個嘅佔有。耶穌曾經喺馬太福音15章19節嗰度講，佢話：因為從心裏發出來的，有惡念、兇殺、奸淫、苟合、偷盜、妄證、謗讟，即係話喺心裏面發出嚟嘅有呢一紮嘢。除咗心裏面你有呢一紮嘢之外，你嘅行為上高，如果係犯上咗呢一紮嘢嘅時候，內外監管嘅一個原則，你同時間亦都係犯咗十誡裏面嘅第十誡。喺馬太福音嘅19章嘅第9節嗰度講話：我告訴你們，凡休妻領娶的，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就是犯姦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妻子，也是犯姦淫了。呢一個就好直接啦。呢一個不單止係講到嗰個內在嘅思想上高，甚至係講到嗰個行為上高啊。即係話你休妻領娶嘅，其實亦都係犯咗呢一個姦淫。喺哥林多前書嘅6章18至20節嗰度，亦都提到話：
你哋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無論什麼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嘅身子。換句話嚟講，喺呢一個嘅內外監管嘅原則底下，有人曾經話，即係有人曾經拗一樣嘢就係話，究竟我嘅行為上高出軌，同我嘅心靈上高出軌，邊一樣嘢嚴重啲咧？有人曾經攞呢一樣嘢出嚟拗，但係喺十誡嘅另外，即係喺十誡嘅第二個肉體同埋靈魂內外兼管嘅一個嘅原則底下咧，其實無論係你精神上高出軌，還是係真係你行為上高出軌咧都好，其實你都係犯咗第十誡。好，第十誡嘅誡命，我哋唔可以貪戀別人嘅房屋、妻子、僕婢。第十條嘅誡命同埋前面其他嘅誡命唔同，前面嘅誡命嘅處理係人犯罪嘅嗰一個行動，而第十誡處理嘅係人內心嘅嗰一個慾望，直指人犯罪嘅嗰一個嘅根源。但係喺呢一個內外兼管嘅原則底下，無論你係行為上高犯咗又好，無論你係內心嘅慾望都好，其實你都係犯咗呢一個十誡。好，我哋嘗試又去睇一睇喺呢一個內外兼管嘅原則底下，我哋去睇一睇第七條嘅誡命，不可奸淫。有啲時候我哋會將淫亂同埋奸淫兩個詞係通用，但係喺一般嘅情況底下，淫亂係指一個未結婚嘅人同埋異性發生呢一個性關係，而奸淫係指一個已結婚嘅人同埋自己配偶以外嘅人係發生呢一個嘅性關係，兩者其實都係罪嚟嘅。奸淫基本上係不忠嘅行為，所以第七誡同埋第一誡可以講係平衡嘅。第一誡要求人對神係有呢一個嘅忠誠，除咗我之外，你唔可以有別嘅神。而第七誡要求人對自己嘅配偶，亦都同樣需要有絕對嘅呢一個嘅忠誠，因為忠於婚姻嘅盟約，因為人係需要忠於呢一個婚姻嘅盟約。除咗你嘅配偶以外，你唔可以有別嘅愛人。喺呢一個嘅誡命同埋現今嘅世代嚟講，對我哋嘅家庭婚姻嘅幸福同埋完整都係非常之重要，有住非常嘅呢一個嘅適切性喺呢一度。好，跟住我哋去睇詮釋十誡嘅第三個嘅原則啦。詮釋十誡嘅第三個原則咧，就係呢一個律法嚟講有兩面嘅呢一個嘅原則。點樣為之呢一個嘅律法有兩面呢？我哋稱之為一個相對性嘅一個嘅律法，同埋一個反面性嘅呢一個嘅律法。簡單嚟講就係話，律法嘅每一條嚟講都有佢嘅積極性，亦都同時間係有着佢嘅消極性喺度嘅。我哋嘗試去睇一睇第三誡。第三誡佢話，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喺第三條嘅誡命，不可妄稱神嘅名。妄稱神嘅名嘅例子包括乜嘢呢？用神嘅名去鬧人，或者係發洩自己嘅憤怒，特別係外國人，佢哋喺發嬲嘅時候，佢哋都會講Jesus Christ，即係呢一個其實亦都係妄稱神嘅名咯。以神嘅名嚟到發假誓，騙取別人嘅信任，呢一個同時間亦都係妄稱神嘅名。因為喺利未記嘅19章嘅第12節嗰度講到話，不可指着我的名起誓，褻瀆你神的名，我是耶和華。第三，妄稱神嘅名嘅例子，以神嘅名嚟到謀取金錢上嘅利益，
對朋友話：神告訴我，你要將全部遺產給我。呢一個就係妄稱神嘅名啦。另外第四個例子就係以神嘅名嚟到謀取感情啦。即係譬如初信嘅時候，或者人少年嘅時候，傾慕一個女子嘅時候，就話：啊，神俾我有啟示啊，你要嫁俾我。咁呢一個都係妄稱神嘅名啊。第五，妄稱神嘅名嘅例子就係將神嘅名變成咗一種口頭禪，事無大小都隨口講話。Oh my God！即係話啊，呢一個都係一個妄稱神嘅名啊。好，我哋以呢一個當守安息日嚟到睇一睇呢一個十誡嘅兩面性。即係換句話嚟講，佢有佢嘅積極嘅佢有佢嘅積極性，同時間亦都有佢消極性喺度。嗱，妄稱神嘅名，佢嗰個嘅消極性就係話，呢啲全部都係一啲消極性嘅例子啦，都係一啲消極性嘅妄稱神嘅名嘅一啲嘅例子啦。咁佢嘅積極性喺邊一度啊？佢嘅積極性，換句話嚟講，就係話俾我哋聽，我哋要尊重神嘅名啊！神嘅名係值得我哋所去尊重，亦都係亦都係值得我哋去尊崇同埋讚美嘅。呢一個就係妄稱神嘅名嘅嗰一個嘅積極性。換句話嚟講，如果我今日我冇犯到呢啲嘅例子，但係我今日喺我嘅生活嘅當中，我冇去尊崇神嘅名，我事事嘅決定我都係以我自己為中心嘅時候，咁呢一個其實我係犯咗第三戒嘅嗰一個嘅積極性，因為我冇喺我嘅生活行為裏面積極咁樣去尊崇我神嘅名。咁所以同時間嚟講，其實亦都係犯咗妄稱神嘅名。我哋嘗試用第四誡守安息日嚟去做呢一個嘅例子。首先，守安息日，我哋去明白第四誡之前，我哋就要去明白究竟安息日嘅嗰一個嘅意義喺邊一度。安息日嗰一個嘅意義，第一係紀念神嘅創造，即係我哋第七日嘅時候，我哋要歇咗一切嘅工，因為第七日我哋係要用嚟紀念神嘅創造。第二，我哋係要守安息日嚟到紀念神對我哋嘅嗰一個嘅救贖。第三，我哋需要有一日嚟講係歇咗我哋嘅工，為嘅係讓我哋嘅工作同埋休息能夠係得到呢一個嘅規範同埋呢一個嘅平衡。第四，守安息日係為咗我哋能夠有一日能夠係同埋神嘅子民係一齊聚會去敬拜同埋侍奉神。第五，我哋要守呢一個嘅安息日，因為我哋重視家庭同埋重視團契嘅嗰一個嘅生活。第六，安息日唔係指我哋喺安息日裏面乜嘢都唔做，甚至乎連行善都唔得。呢一個就係破壞咗安息日嘅嗰一個規矩。換句話嚟講，安息日嘅嗰一個嘅積極性喺邊一度啊？安息日嘅嗰一個嘅積極性就係要我哋 set apart，能夠係喺繁忙嘅時間裏面係特別有一日係分別出嚟，而呢一日係屬於神，係為聖嘅。呢一個就係安息日嘅嗰一個嘅積極性。換句話嚟講，套用翻 Peter Kim 佢一開始嘅時候嗰一句嘅説話就係話，
在我嚟講唔需要守呢一個嘅安息日，因為7日嚟講，我都喺工作裡面去磨真，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其實就係犯咗呢一個安息日嘅積極性，因為我喺工作同埋休息當中，我失去咗呢一個，我冇喺我嘅嗰一個我冇喺我嘅嗰一個7日裡面，係將其中一日係 set apart 係屬於神，所以我都係守，所以我都係冇守到呢一個嘅安息日啊。所以第三個原則就係話十誡係有住佢嗰一個嘅兩面性，即係換句話嚟講，十誡有佢嗰一個嘅消極性，但係同時間亦都係有着佢嗰一個嘅積極性，係需要我哋去留意嘅。好，咁就我暫時喺呢一度停一停。咁俾大家有大概5分鐘到嘅時間啦，俾大家有5分鐘到嘅時間係休息嚇。OK，之後我哋翻嚟咧，2分鐘之後翻嚟，唔使咁快。喺之前嘅第一個 session 裏面，我哋都提過十誡嚟講，喺當中有10個唔同嘅特色。我哋亦都有提過係詮釋十誡嘅3個重要嘅原則啦。第一個重要嘅原則就係以經解經啦。第二個重要嘅原則咧係乜嘢啊？有冇人記得啊？第一個重要嘅原則咧就係呢一個以經解經啦。咁另外咧，第二個重要嘅原則咧就係肉體同埋靈魂內外兼管嘅一個嘅原則。即係換句話嚟講，你唔好覺得出埃及記係聖經嘅書卷嘅時候，從來聖經嚟講都只係管理人嘅嗰一個嘅靈魂啊。咁其實唔係嘅，其實呢一個十誡嚟講，係重視呢一個肉體同埋靈魂內外兼管嘅。咁另外第三個原則咧，就係誡命嘅嗰一個嘅雙面性啊。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就係十誡有佢嘅嗰一個嘅消極性，同時間亦都有着佢嗰一個嘅積極性。即係以不可妄稱神嘅名第三誡嚟到做呢一個嘅例子嘅時候，咁佢嘅消極性就係話，即係你唔好隨便去提到神嘅名啦。咁而佢嗰個嘅積極性就係我哋喺我哋嘅生活同埋行為嘅當中，我哋都要去尊崇神嘅名。咁呢一個就係佢嘅嗰一個嘅積極性喺度啦。好。第四個重要嘅原則，第四個重要嘅原則咧，就係十誡有佢所謂嘅嗰一個嘅類屬性啊。即係咩叫類屬性咧？即係話每一條誡命都包括咗所有呢一類相關嘅罪。我哋嘗試去睇一睇第六誡。第六誡佢話不可殺人。咁佢嘅類屬性嚟講咧，神禁止人殺人，佢嘅正面嘅信息，即係佢嗰一個嘅積極性嚟講，就係指人要尊重嗰一個嘅生命，因為神造萬物嘅時候，只有人係照住神嘅形象而被造嘅。喺萬物當中，人係最獨特、最尊貴，亦都係神所看為重要嘅。咁當人尊重別人嘅生命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係尊重神啊。咁有人會提到啦，咁點解喺舊約嘅戰爭嘅當中，神卻係多次曉諭屬神嘅子民咧，係要滅絕佢嘅敵人咧？喺當中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要知道一樣嘢，就係喺舊約嘅嗰一個嘅近東嘅背景嘅底下咧，有好多係敬拜偶像嘅。
即係換句話嚟講，佢哋好多時佢哋都會係去比啊，究竟我所敬拜嘅嗰個神威啲啊，定係你所敬拜嘅嗰一個嘅神係威啲咧？於是乎咧，就有所謂嘅聖戰嘅發生。聖戰嘅發生即係話我用我嘅神嘅名義嚟到同你嘅神嘅名義嚟到去打仗。邊一個嘅神打贏咗嘅時候咧，咁就邊一個嘅神咧就威啲啦。咁威啲嘅神嘅嗰一方嚟講咧，就要滅絕佢嘅敵人。點解啊？因為要建立嗰一個嘅威勢啊嘛。咁所以咧，喺舊約古代近東裏面咧，就有住呢一個嘅背景嘅。咁同埋點解特別喺以色列民佢哋進入迦南嘅時候，神特別係吩咐佢哋係唔可以同外邦人係聯婚，甚至乎喺某一啲嘅位裏面係要滅盡佢嘅敵人咧，係為着一個嘅緣故，就係因為佢唔係因為上主嚟講唔俾佢嘅子民嚟講咧，係被別嘅信仰係所同化。因為你諗到就係話，今日假如你同外邦人係聯親嘅時候，咁其實你已經減弱咗乜嘢啊？減弱咗你嗰一個嘅血統咯喎，即係減弱咗你嗰一個聖潔嘅嗰一個血統咯喎。咁如果你不斷咁樣同外邦人係聯親嘅時候，你一路繁衍落去嘅時候，你就保守唔到你屬神嘅子民被神揀選嘅嗰一個以色列民嘅嗰一個純正嘅血統喺度咯喎。咁所以咧，呢一個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即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樣嘢嚇。好嗱，我哋嘗試用第9條誡命不可作假見證嚟到做一個嘅例子。第9條嘅誡命係禁止人用言語去中傷別人，去毀謗別人嘅聲譽。呢一條誡命嘅目的係要保障人嘅名聲同埋自由係不受侵害。咁呢一個誡命嘅精神，亦都引申到所有嘅人際嘅關係。咁佢嗰一個嘅積極性就係話，人必須以誠實相待嘅。人喺任何嘅環境底下都要說呢一個真實嘅說話。咁佢嗰一個嘅類屬性喺邊一度啊？佢嗰一個嘅類屬性就係好似箴言所講，就係話你要去講一啲乜嘢啊？你要去講一啲鼓勵嘅說話咯。因為一句說話你說得合宜嘅時候，就好似係跌喺一個嘅誒一一個嘅金蘋果跌喺一個嘅銀網子裏噶嘛，就係你讓呢一個金蘋果能夠係更加嘅係發出呢一個光彩出嚟啊嘛。咁所以佢嘅類屬性就係話，你不單止嚟講，你唔好做假見證。佢嘅積極性係要你用一啲真話，用一啲鼓勵性嘅說話去造就人。呢一個就係佢嗰一個嘅類屬性。耶穌時代猶太人習慣地係起誓，隨意咁樣去起誓，但係又唔決意咁樣去遵守。佢哋故意咁樣將誓言嚟講係分開做兩類。第一就係話，凡冇直接提及神嘅名起誓，人可以不必遵守。第二，凡指住神嘅名起誓，人就必須遵守。佢哋指住天、指住地、指住耶路撒冷，甚至乎係指住自己嘅頭嚟到起誓，都係為着取巧咁樣去避開神嘅名字，俾自己有更大嘅自由度，唔守諾言，或者係藉起呢一個嘅起誓嚟到係去欺騙別人。咁呢啲其實都係乜嘢？都係頭先一開始所講嘅，就係話你越係熟悉嗰一條嘅誡命嘅時候，唔係
要你更加喺嗰一條嘅誡命裏面去揾一啲嘅法律罅，讓自己唔去遵守呢啲嘅誡命。相反地，誡命有佢嗰一個嘅消極性同埋積極性，亦都有佢嗰一個嘅類屬性喺度。同時間嗰一個嘅誡命，亦都不單止係管治你嘅心靈，亦都係管治你嘅行為，有着呢一個嘅約束喺度嘅。咁同時間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今日可能十誡裏面冇包括到呢一樣，但係喺以經解經嘅原則底下，你去睇呢一樣嘢嘅時候，你係守呢一個嘅誡命所帶嚟俾你嘅嗰一個嘅原則，係套用喺你嘅生活嘅當中，而唔係去死守嘅一樣。好，我哋用第一條誡命啦，不可有別嘅神嚟去做一個嘅例子啊。呢一個係我哋生命嘅最高嘅優先次序。神係第一位，神係配得嘅，因為佢係我哋嘅創造主同埋救贖主。冇佢嘅時候，我哋根本唔會存在，亦都唔會活着。今日我哋所擁有嘅一切，都係從佢而嚟嘅。別嘅神係指嗰啲佔據我哋嘅心、控制我哋生命嘅嘢。佢可以係我哋所熱愛嘅事業、所戀愛嘅人、所競逐嘅名利、財富、所沉迷嘅玩意。即使係一啲美好嘅嘢，一旦佢係佔據咗我哋、霸佔咗我哋愛神嘅心嘅時候，佢就容易成為咗我哋嘅別嘅神。咁所以別嘅神嚟講，唔係淨係指別嘅神，佢嘅類屬性其實就係指一啲佔據我哋嘅心嘅嘢。所以第四個嘅嗰一個詮釋十誡嘅嗰一個嘅原則就係有着佢嗰一個嘅類屬性，我哋要去睇。我哋有嘗試用第五條誡命孝敬父母嚟去做呢一個嘅例子。嗱，世上有三種唔同嘅權柄，包括咗家庭、教會同埋政府。每一種權柄嚟講，都各自有佢嘅角色嘅。佢哋係維持社會秩序嘅嗰一個嘅基礎。神要我哋孝敬父母，係因為神設定佢哋作為家庭權柄嘅嗰一個嘅代表，而唔係根據佢哋嘅德行嘅表現。學習服從權柄就由家庭當中係去開始，呢一個係學習順服嘅一個嘅起步點。呢一條嘅誡命唔只係指兒女對父母嘅嗰一個嘅孝敬，同時間亦都係提醒咗父母要善盡作父母嘅嗰一個嘅責任。作為父母係帶住神聖嘅嗰一個嘅使命，我哋要按住主嘅教訓養育佢哋，自己亦都要以身作則，活出天父嘅公義、慈愛同埋誠實。呢一個同時間係反映咗天父嘅形象，讓兒女能夠從我哋嘅身上面去認識神。咁所以呢一個其實呢一條孝敬父母，佢嗰一個嘅積極性就係我哋要去孝敬父母咯。佢嗰個負面性嘅時候，就係我哋唔好去做一啲傷害我哋父母嘅一啲嘅行為啦。佢嘅類屬性就係，即使我今日唔係作人父母，唔係，即使我今日我係作人父母嘅時候，個類屬性就係話，我都要去做一個係稱職同埋以身作則嘅一個嘅父母咧。好，點樣喺人生唔同嘅階段當中去實踐孝敬父母？喺兒童嘅階段嘅時候，我哋特別係要服從同埋尊敬父母，照父母所講嘅去做。喺青年嘅階段嘅時候，我哋特別係需要接納同埋感激我哋嘅父母；而喺成年嘅階段嘅時候，我哋亦都要去肯定佢哋，而唔好去遺棄佢哋。第八條誡命，不可偷盜。
不可偷盜呢一條誡命嘅正面嘅信息就係要尊重別人擁有權，目的係保障別人嘅財產同埋別人嘅人身自由。嗱，嚟到嚟呢一個不可偷盜嘅時候，我舉一個嘅例子。呢一個嘅例子就係今時今日嚟講，有好多人都用 AI 嘅，係嘛？有冇人有冇人未試過用 AI 嘅？占拎，你有冇用過 AI？冇啊，占拎冇冇，啊，係啊，太先進。問錯人咧。嗱，有好多人咧曾經用過 AI 嘅時候咧，就話啦，喂，咁 AI 嘅世代嚟講，算唔算係侵犯咗別人嘅財產？喂，你 AI 嚟講，點解有 AI 嘅產生？就係因為 AI 入邊係 collect 咗好多嘅大數據喺入邊啊嘛，咁以至你係將一啲嘅要求或者係一啲嘅條文寫落去嘅時候，呢一個嘅大數據嘅庫就好容易能夠係將一啲嘢組織咗出嚟，而係解答咗你去問嘅嗰一個嘅問題啊嘛。咁換句話嚟講，可能你侵犯嘅唔係一個人嘅財產嚟嘅喎，可能你侵犯嘅係好多好多嘅人嘅財產嚟嘅咯喎。嗱，有人試過就係、有人試過係乜嘢？有律師試過係上庭之前，佢用 AI 用 ChatGPT 係將所有佢要處理嘅案件嘅案例係列晒出嚟。嗱，呢一個嚟講其實係好處嚟㗎。咁但係問題就係好容易會即係好容易會問嘅一樣嘢就係話，喂，唔係喎，聖經話喎，不可偷盜喎。咁即係如果係嘅時候，我用 AI create 出嚟嘅嘢嘅時候，咁係咪同一時間都係犯咗呢一樣嘢咧？嗱，呢一幅嘅圖片，呢一幅嘅圖片咧係我論文發佈會嘅時候咧，我用 AI 就同佢講，我就話喺當中嚟講咧，我要突出今時今日嘅年青人嘅一啲嘅學習嘅習慣。咁於是乎咧，就 AI 嘅圖片咧就出咗呢一樣嘢啦。咁而喺我嘅嗰一個嘅 PowerPoint 嘅最後嘅時候咧，我係有提到一句，就係話乜嘢啊？鳴謝 ChatGPT 提供圖片，即係換句話嚟講，雖然係一個所謂嘅 AI 嘅世代，一個所謂嘅大數據嘅世代都好，但係當我哋如果係用咗呢一樣嘢嘅時候咧，其實可能我哋都係需要做多一步，就係俾翻個 credit 嗰樣嘢啊。咁呢一個咧就係即係我哋要點講？不可偷盜佢嗰一個嘅積極性嘅時候，就係話我哋要尊重別人嘅財產啊嘛。而我哋做多一步嘅時候，我哋去有一個嘅鳴謝或者係有一個嘅 reference 嘅時候，其實我哋係響樹尊重緊別人嘅嘢。咁呢一個其實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話十誡佢今時今日點樣應用喺現今嘅世代裏面，或者喺現今嘅世代裏面，十誡有冇佢嗰一個嘅意義喺度？佢嗰一個嘅意義，可能其中一個重要嘅意義就係十誡嘅嗰一個嘅原則，就係佢嗰一個嘅兩面性。佢有佢嗰個消極性，但係同時間亦都有佢嗰一個嘅積極性。今日我哋去睇呢一個十誡嘅時候，佢可能係話俾我哋聽不可不可不可，但係同時間我哋可以了解嘅就係佢嗰一個嘅積極性，將佢嗰一個嘅積極性套用咗喺今時今日我哋要去面對嘅嗰一個嘅事情上高。
咁所以呢一個就係點樣用到十誡係套用喺我哋今日嘅生活裏面，或者就係今日十誡對我哋嘅生活嘅嗰一個嘅意義，同埋即係嗰一個嘅意義喺邊一度嚇。好嗱，繼續落去啊，繼續落去嘅時候咧。頭先係，咦，落唔到咧，我睇下先。嗱，頭先有一張嘅 PowerPoint 咧，呢一張嘅 PowerPoint 咧係提到啦，就係嗰一個嘅條款嚟講咧，喺出埃及記嗰一個約書嘅條款，其實唔係集中喺嗰10句嘅説話裡面，而係包含咗喺20到23章約書嘅嗰一個嘅內容。咁所以咧就以下落嚟，我都想用少少嘅時間咧，係同大家去睇一睇喺約書嘅內容嘅部分當中，係其中一啲嘅內容啦。係呢一個約書嘅內容，我哋睇一睇第20章嘅22節。呢一個約書嘅內容就係喺20章嘅22節一路去提，一路到23章嘅33節。嗱，我哋冇時間睇晒咁多嘅，冇時間睇晒咁多嘅經文，所以我哋淨係去睇其中幾個嘅條例。喺出埃及記嘅21章嘅12至到17節嗰度，係提到關於呢一個死罪嘅條例。佢話打人以致打死嘅，必要把他治死。人若果唔係埋伏響說殺人嘅時候，乃係神交喺佢嘅手中嘅時候，我就設下一個地方，他可以往那裏逃跑。人若任意用詭計殺了他的鄰舍，就是逃到我的壇那裏，也當捉去把他治死。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拐帶人口的，或是把人賣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咒罵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嗱，呢一個關於死罪嘅呢一個嘅條例啊，就係提到話，即係如果人蓄意係打死咗人嘅時候，咁應該點樣去做？嗱，去到民數記嘅時候咧，要處理多一樣嘢，就係佢嘅一個類屬性嘅問題，就係話，OK，如果我唔係故意打死嗰一個人，我係錯手，錯手打死咗佢一個人，而事後嚟講我有負義嘅，或者係嗰一個人係抵死嘅，我係出於自衛殺咗嗰一個人嘅時候，咁又應該點樣去處理咧？嗱，喺民數記裏面就有一個類屬性嘅條款，就係一個所謂嘅屠城啊，一個所謂嘅屠城嘅一個嘅條款啊，就係你逃到去嗰一個嘅城裏面，你 under 嗰一個祭司嘅保護底下，別人嚟講係唔可以進入呢一個嘅城裏面咧，係去處死你嘅。呢一個咧喺民數記裏面咧係有清楚係記載到嘅。咁所以當我哋去研讀呢一個嘅十誡嘅時候咧，頭先提過啦，其中第一個嘅原則就係所謂嘅嗰一個以經解經嘅原則。所以我哋去睇嘅呢啲條約內容嘅時候咧，我哋不單止係睇出埃及記，我哋可能我哋仲要係睇埋民數記裏面係有關呢啲嘅條款裏面所列舉嘅一啲嘅原則嘅。嗱，喺舊約時代裏面咧，以色列人嘅社會咧係有死刑執行嘅。
聖經亦都特別係提到4種係應當處之死刑嘅罪行，例如係蓄意殺人啦、毆打父母啦、拐帶同埋販賣人口啦，或者係咒罵父母啦，呢啲都係可以處死嘅一個嘅行為嚟嘅。咁死刑呢一個嘅條例嚟講，其實帶俾我哋今日乜嘢嘅反思同埋應用呢？第一樣嘢就係我哋需要去重新審視一下，究竟死刑係唔係應該喺現今世代裏面執行呢？或者喺現今世代裏面，究竟應唔應該仍然有呢一個嘅死刑呢？第二，正如詩篇嘅30篇嘅第5節裏面所講，我哋喺罪中，但係我哋仍有呢一個嘅恩典，所以罪同埋恩典係並排。我哋唔可以單單睇罪，同時間嚟講，我哋亦都需要睇主耶穌基督嘅恩典。同時間，我哋亦都唔可以好似羅馬書所講，係咪我不斷嘅犯罪嘅時候就顯出更多嘅恩典呢？斷乎不是。所以我哋亦都唔可以單單去睇恩典，我哋需要兩者之間，我哋去並排去反思，同埋有呢一個嘅應用。咁所以當我哋去睇呢一個嘅出埃及記嘅21章嘅12至17節，係講到呢一個死罪嘅條例嘅時候咧，亦都帶俾我哋今日有呢一個嘅反思同埋應用喺度。我哋再去睇出埃及記嘅22章嘅16至17節，關於性犯罪嘅一啲嘅條例。佢話：人若引誘沒有受聘嘅處女與他行淫，他總要交出聘禮，娶她為妻。若女子的父親決不肯將女子給他，他就要按處女嘅聘禮交出錢來。人若引誘未婚嘅處女與他行淫，他總要交出聘禮，娶她為妻。然而，若女方唔肯嫁俾對方嘅時候，則男方亦都要交出聘禮，係按處女嘅聘禮係交出錢來。但係若嗰男方同埋女方係已經受聘，卻係與非自己嘅配偶係發生性關係嘅時候，咁兩者就皆要被石頭打死。即係換句話嚟講，若果男方同埋女方已經係受聘啦，但係同自己嘅配偶嘅以外受聘嘅喎，未正式行禮喎，但係同自己嘅配偶同自己嘅配偶以外嘅人發生性行為嘅話，或者係發生呢一個性關係嘅話，兩者都要被石頭打死。呢一個係關於性犯罪嘅一個嘅條例。帶俾我哋今日嘅嗰一個嘅反省，同埋今日嘅嗰一個嘅應用，就喺婚姻同埋性關係上高嘅嗰一個症結嘅問題嘅再思。好多時我哋都會去今時今日好多嘅家庭嘅關係，或者有好多年青人係處理呢一個嘅性嘅關係上高，佢哋都會存在一種嘅態度，可能覺得冇問題啊，一個好隨便嘅態度啊。例如夫妻關係之間可以出軌啦，可以有所謂嘅交換 partner 啦，有好多好多呢啲好隨便嘅例子啦。例如喺少年人嘅當中嘅時候，同居嘅關係可能會變得好普遍啦。咁其實喺出埃及記嘅22章嘅16至17節，當講到呢啲性犯罪嘅條例嘅時候，同時間其實亦都係一個機會，讓我哋反思到個中嘅嗰一個嘅
負面，即係嗰一個嘅負面性同埋嗰一個嘅積極性，以致我哋今日需要去重新對婚姻同埋性嘅關係嘅症結嘅問題有一個再思嘅空間啊。好，最後想有一個嘅總結啦，就係十誡對我哋今時今日嚟講有咩嘅意義？誡命嘅原意係叫以色列人唔好忘記神嘅愛，神係佢哋嘅救贖主，所以誡命係源於神嘅愛，呢樣嘢係非常之緊要嘅。正如誡命嘅嗰一個嘅總綱係乜嘢啊？你都提過嗰一個總綱就係話，我哋要愛神愛人，我哋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嘅愛神，其次就係愛人如己。所以換句話嚟講，嗰個誡命嘅總綱不單止係要我哋愛神，同時間亦都要我哋去愛人。呢10條嘅誡命亦都係神俾我哋10項重大嘅價值觀，包括咗正確信仰嘅一個嘅價值觀，包括咗正確嘅婚姻、家庭、工作同埋金錢嘅嗰一個嘅價值觀。10誡係所有律法嘅嗰一個嘅總綱，連接落嚟就係20章22節到23章33節嘅嗰一個嘅約書。五經當中其他嘅律法，尤其喺申命記當中有提及到嘅，都係10誡嘅嗰一個嘅展釋。而利未記就係10誡應用喺生活嘅一啲嘅典型嘅例子。第三，10誡對我哋今時今日嘅意義，10誡顯示咗恩典係律法嘅嗰一個嘅先決條件，而律法就係用嚟確保嗰一個嘅恩典嘅存在。所以當我哋去睇10誡嘅時候，我哋除咗睇嗰一個律法嘅嗰一個部分嘅時候，同時間我哋亦都係應該係顧及到神嘅嗰一個嘅恩典。所以換句話嚟講，10誡嘅設立唔係話俾一個嘅內容我哋，然之後以致我哋就可以攞住呢一個嘅內容，高高在上嘅，從一個嘅道德高地去審判留下嘅人，而係相反，我哋要將呢一個嘅10誡嘅內容當中嘅嗰一個嘅負面同埋嗰一個嘅積極性，係向下面嘅人詳細咁樣去講解，以致我哋都能夠係活喺呢一個嘅律法嘅以內，呢一個嘅班著會裏面，能夠係得到上帝嘅嗰一個嘅恩典。呢一個就係10誡對我哋今時今日嘅嗰一個嘅重要性，同埋嗰一個嘅意義嘅所在。好，我今日嘅分享到呢度嚇。